前女友调情，还要汇报一下唐敏熙？没错，是误会。你对着柱子这么做，什么意思？李轩，你这个混蛋！我爸说他同意让我们在这住嘞，跟你借个套保险套啊。我们公司里还有一个股东特别的不识抬举，我想好好的治治他。是你让刘可到公司找我的吧？问那么多干嘛呀？拿去生活吧。我自己的钱想怎么样花，就怎么样花。对唐敏熙干什么？谁给你钱这么干的？李轩，我恨你！讨厌他叫你爸爸。叫他走，叫他离你越远越好。这不是等着早晚黄摊吗？喜欢演戏是吧？那回家对着你那个未成年的少女去演吧。后面没陪陪？可以到我家了吗？